那你去這些戰地的時候，你有什麼比較難忘的事情？最深嘅印象咧，都係一種好籠罩嘅無力感啦。總共其實去過2次阿富汗嘅。我深深咁記得咧，就係一次我喺北部嘅城市叫昆都士嘅城市啦。咁嗰度做一個醫療嘅工作嘅。好多時候咧入嚟嘅都係細蚊仔啦，或者婦孺啦嚇。我好記得有個個案咧，就係當地阿富汗嘅小朋友咧喺啲屋頂之間跳嚟跳去，咁跟住即係追個風箏啦。咁有一日咧就有個小朋友，有個男孩就入咗嚟，就係因為喺屋頂裏面即係唔小心跌咗落地，咁跟住有傷從有骨折。經過咗大概1個星期到，佢都可以順利咁出院。估唔到咧10日之後咧，佢又翻嚟。咁佢只不過喺個田野間裏邊踢波嘅啫，誤觸到一啲未爆嘅地雷啦。咁於是佢嘅下肢咧，一對嘅下肢咧都嚴重咁樣受創咗嘅。咁當時咧就係爛到咧就基本上係唔可以砌翻埋啦嚇。咁只能到做一個截肢嘅手術。咁我記得一個咁細嘅細路仔仲要做一個截肢嘅手術，雙足嘅截肢手術咧，其實對於佢嘅下半生咧，基本上都係冇咗啦嚇。無論係戴義肢又好啦，或者個康復過程都好啦，咁喺資源缺乏嘅地方嚟講咧，基本上係接近唔可能嘅。原來喺呢啲地方一啲好基本嘅權利，即係細蚊仔啫嘛，即係佢要玩，即係放下紙鷂或者踢下波，都可以引嚟咁大嘅傷害，一個永久嘅殘障，有一個好大嘅無力感喺個心裏面產生出嚟。